有兩姊妹咧好 friend 嘅原本，咁呢個咧妹妹咧每一次咧大時大節啊，例如你當係聖誕啊、新年啊、復活節啊，有幾日假都好啦，咁佢屋企養一隻狗咧，佢每一次咧都會俾家姐去看管住、去託管住咁樣。咁如是者咧幾年過去啦，咁啊妹妹都係一樣啦，臨近呢個大時大節聖誕節咧，都好老諷地咧要家姐去幫佢睇住隻狗。咁家姐咧突然之間就會覺得內心有一啲唔開心嘅情緒啊！點解次次大時大節你去玩，但係有人幫你睇住隻狗？咁我咧我都有我想過嘅假期㗎嘛。咁然後咧佢就拒絕咗妹妹呢一個看管隻狗嘅呢一個要求啦。咁然後妹妹咧就大發雷霆啦，就同佢講話：喂，唔得㗎喎！過往咁多次假期都係你幫我睇住，你真係唔想唔緊要嘅，但你要提早同我講啊嘛！你冇提早同我講，呢個係你嘅責任，係你嘅問題。咁結果咧，家姐咧諗諗下，又好似真係喎，咦？我應該要早啲同佢講喎。咁佢都被妹妹説服咗，覺得呢個係自己嘅責任。咁如是者，佢都無法婉拒妹妹嘅邀請啦，到最後都係幫佢睇住隻狗啦。咁結果咧，搞到自己咧有一次咧，經過去見呢個嘅心理諮詢嘅時候啦，心理諮詢師咧就同佢講，其實你係有權去拒絕佢㗎，因為呢個責任係妹妹度，並不是喺你度。你可以有權任何時候選擇，你並不需要通知對方，而你係可以有權拒絕佢，因為呢個係佢嘅責任。咁如果當我哋能夠好似呢個諮詢師嘅角度去看待自己，去做一啲決定，或者人哋對自己嘅睇法嘅時候咧，咁你就能夠開始真正去做自己啦。咁其實真正嘅做自己，我認為係點樣咧？你要為自己設立一條界線，而且呢條界線係並不能夠被別人侵犯。就好似你好努力去打造一個好靚嘅花園，有好靚嘅花朵、花草樹木一樣，你唔可以俾人哋去踩到你嘅花園，踩死你啲花，踩死你啲草一樣。係啦，你要為自己訂立呢一條界線。當人哋知道原來你呢一條界線係唔可以被侵犯嘅時候，你會有一個邊界嘅時候咧，佢就唔敢再踩深一步咧。去例如會對你指手畫腳啊，或者覺得有好多嘢佢都會俾好多意見你啊。當你能夠有一個咁樣嘅界線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就能夠可以開始做自己啦。但你為自己訂立界線咧，並唔係話因為你唔即係你要去唔 friendly 要裝出一個好強壯嘅樣子啊，並不是這樣。但係有陣時做人咧，你都要能夠為自己訂立一條咁樣嘅界線咧，你先至可以開始去真真正正活出同埋做自己。